布丢啊，作者那春水。双溪较无下港遐尼啊烧热，偏偏是布丢啊，刮起来的切啊，10分剩7尔，实在真无雅。共迄时阵换去讨海掠鱼，也是矿区掘探，趁钱颠倒会较大把。规家口啊有通快活用，毋过拄着歹运到底，老命不时会休去，也是莫试才好。人讲百般头路，较输肉餐图，就是即个真理。早当布丢啊，100工就会刮一，拄好是热人的时阵，厝边头尾较有通烧换工，晒切啊较紧搭。若万冬积水，就无烧伤啊。7月布田，11月要刮，原本就无遐尼烧热，丢啊细碎阁袂巴味。甲早冬来比拼，刮起来差不多有减2成迄骹斗。上歹在的是，正接当着歹天落雨，丢啊是要刮也毋，想甲头壳要破去。准讲量早刮，阁惊切啊伤生无够分。若要较晚才刮，反颠倒着爱操烦豆果是毋是会凹落来，目淡的切啊是毋是会出芽生菇。变甲袂食袂困质，开春要布田的黄仔，着爱家己用切仔来稳。正月半才过，着爱随传米箩底切仔，摕去有行漏水的所在浸。准仔头浅水，看看的沟仔底上合。挺后3、4工仔过，切头会剥一丝丝仔白芽，规个米箩小可仔碰悬起来的时阵。才用大草啊盖顶面，互伊留啊烧烧，会较快剥芽。过4、5工，才甲总剥芽的切种糊起来，也落去一区进前炸着微便便，甲土就甲足油足平的细细区田啊。上加是1个月，黄仔发有1粒悬，就会当挑起来布田。论人来讲，做田人的膝头，就是无钱通请人，才着遐尼啊拼势，毋是食饱伤闲咧找工课来换腰。若手头量上会得过的人，佚佗倒袂赴啊，较会知影啥物号做布田咧。